窄嘅辦公室都可以運動。辦公室健身術系列教你企喺度、坐喺度，每日用零碎時間，從頭到腳活動一下，返完一日工都唔會變成僵屍。我哋揮動手臂投擲物體呢個動作，好似發球動作咁，發揮肩關節嘅靈活性，但係同時個肩關節亦都非常之唔穩定，所以要依賴肩袖肌群將手臂牢固喺上背區域，確保肩關節嘅穩定性。前一集我哋會化咗肩外旋肌群，有咗靈活度，就要做肌力訓練，強健呢啲肌肉。採取側臥嘅姿勢，最好揾個剪支撐嘅頭部，鍛煉肩外旋肌。重點係要用毛巾或者個剪嚟到固定手踭嘅位置。如果冇器材，就咁用拳頭會最方便。將個拳頭放喺手踭下方嚟到固定位置，所用嘅重量唔好太重，最重要係控制到正確位置，使用適當嘅力度，令到肩胛周圍細小嘅肌肉獲得應有嘅刺激。所以冇啞鈴都可以用一個注滿水嘅水樽做都得嘅。如果手臂同腰之間唔攝一啲嘢去支撐嘅話，個手踭好容易走位，受刺激嘅部位亦都唔同咗。如果企喺度做，就要用橡筋，同樣要喺腰間加個墊嚟到固定手踭，或者用一個拳頭，否則好容易用錯部位發力。